14號暗時是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的民調，立委陳亭妃佇個民調最後一天關鍵的時刻，來到伊的出生地中西區的東嶽殿附近，收到不少鄉親的支持，甲着愛護。伊懇請37區的市民朋友做伙來到三江，佇厝內掛電話。伊強調，真正的公道會來自每一通的電話，每一份的民意。只要通過陰暗的民調，人民就應該迎接最後的勝利。在這段時間，人民給我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。尤其在我每一場的不論是跟人民的接觸，或是我這一次的鐵馬37區所感受到的，真的是人民的支持。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，我沒有辦法走到今天哈。他們給我這些力量，我希望我能夠用這樣的力量，用砸價夠給心情來夠台南這個給。那我從很多人民的眼神看得出來，他們有期待。台南要一個女性的市長，用不一樣的溫暖的角度，用不一樣的柔情，然後溫暖、堅強、韌性，來為台南創造不一樣的未來。所以我很感謝所有的好朋友、鄉親們、人民們一路陪我走到今天。我相信我們今天晚上，我們所有的組織、所有的好朋友、所有的後援會都開始動起來。相信大家都會在家等電話，唯一支持陳亭妃。在最後一天衝刺的階段，立法委員王世堅嘛再度南下支持陳亭妃。伊表示，伊對陳亭妃充滿信心，是目前贏率上高、贏面上大的人選。一路行來，面對大軍的壓境、派系圍攻，陳亭妃攏展現樂觀、勇敢來向前。我今天來，其實我用意很簡單。我是要陪着我20年的好朋友亭妃，我要陪着她度過今天，就是要印證一件事：亭妃已經通過考驗，邁向勝利。所以你看，我們亭妃從今天一早開始，你看她現在她的神情就是這麼堅毅，這麼強韌，這麼勇敢，因為面對大軍壓境，派系圍攻，那我們亭妃後，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。而且我相信，在今天晚上，我們所有的台南鄉親會給陳亭妃一個公道。那陳亭妃很欣然的來通過考驗，邁向勝利。在接受媒體訪問過後，立委陳亭妃甲王世堅在服務處人員的陪同，嘛進入東嶽殿，向着人生大地來上香，並陪同陳亭妃車隊來掃街拜票。王世堅學了陳亭妃門前踏實，親像地方鄉親的肯定。尤其騎着腳踏車一步一腳印，騎過台南37個行政區，展現進前唔捌有的行動力甲着耐力，用個講是上堅強的女性代表。王世堅表示，陳亭妃絕對有條件，會用個成為台南第一位的女性市長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